虔诚的听众搞早。现在又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。六祖大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7页，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7页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9节，对头算倒来解说甲第9节，就是解说甲一用中各义地中。即马应该要来煞来解说下面，下面就是谢曰：后得此意，乃吾出世之次，以此中见典语。宋嘉佑8年，有情为先，修den掘地，得以如新。常在高传时，祈祷得应。即马呢，就是要来解说这段。在前面所讲的啦，就是讲有这位方便啦。伊是真后雕刻像，慧能大师就叫伊讲，将伊的像呢，甲伊装互伊看。结果呢，装起来是非常的好。不过慧能大师却甲伊讲，你呢只了解啊，迄个像要哪去装，知影即个属性，但呢却无法度互来开显佛性。虽然是安尼，慧能大师呢，我若是甲伊安慰，讲你会当安尼做啊，即个像留起来也永远会当互人间天上的众生来敬福。也慧能大师呢，就将迄个衣啊送互伊，作为报酬。这位方便将这个衣甲摕来分作3份。一份呢，就披在伊所装的迄个六祖大师的像；一份呢，家己留起来；一份呢，就用过迄个章，家包起来，家放在涂骹。这是咱已经讲过去。也可能涂骹要创啥物啊？下面呢，就了解伊的用意啦。誓愿，这个誓就是讲发誓愿啦。就发誓愿就安尼讲啦，讲后得此意，乃吾出世之次。就是讲以后啊，若是会当得到这个意呢，就是我出现在世间来主持佛法。咱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，这个方便啊，也是为大愿力。伊也是希望讲以后呢，伊会当搁再来世间，搁再来主持佛法。那这个，所以搁做讲叫做乃吾出世主持。那这呢，两种的本啊，在飘点符号上面啊，有无共款？要一种的本是写讲乃吾出世主持以此，中见典语。咱遮所用的就是讲乃吾出世主持以此中见典语。事实上，你若甲解说意思呢，也是无什么款的不同。即摆咱都要了解，啥物叫做讲做主持？咱平常伫咧讲，在一件事内底，迄个主人呢，就该叫做讲做主持。
遐一经世主人啊，就是踮在世内啊，所有一切责任呢，拢伊伫负责。也名叫做讲叫做主经。即个主持，就是讲主在世间来维持佛法。主在世间维持佛法，这呢，在咱解说三宝的所在啊，有名叫做讲做主持三宝。主持三宝，若是约咱末法时代讲起来，所有的佛像，这就是主持佛宝。因为在末法时代，咱世尊的真身已经不在世。毋过呢，若是无一个像啊，作为崇拜对象，安尼变成呢，咱心呢就无一个信仰的佛，无一个信仰的对象。咱众生啊，拢是着在有为上方面。你叫伊信一个看袂到的物件，要对去信啊，根本都无物件好互你看，你要信啥物啊？然后雕刻着庄严的佛像，咱就是啊，直直信迄个庄严的佛像，直直崇拜迄个庄严的佛像。安尼啊，就是啊，会当好来施佛法，在世间，这呢就是啊，佛像为主持的福报。咱现主是所有这经文啊，无论是单行本的流通的，或者是讲属于这个藏经方面啊，只要啊是属于这经文，那这就是主持法宝。因为真理这是无形无相的物件。啊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为着要咱爱了解真理呢，就该讲出来。啊，讲出来，你若是无该记载啊，这个真理往来无去。所以经典啊，实际毋是真理的本身，却是记载真理的文字。将记载真理的文字，咱会当回来了解佛法。所以佛法啊，就是讲经典的文字啊，就是属于主持的法宝。咱现主时的出家人呢，这就是主持的经宝。就是讲，因为有出家人在这个世间来弘扬佛法，这个佛法呢，才会当好永远啊流传在世间。所以伫遮所讲这个主持啊，应该就是属于主持经宝。啊，就是讲有经宝呢，住在世间来维持佛法，使佛法呢会当永远流传落去。以此中见典语啊，就是讲呢，就啊要在这个所在啊来中见典语啊，就是讲要来去起这个大典啊，所以名叫做讲做中见啊，就是讲。搁再起过的意思，本来是有迄个典语啊，要搁再起这个典语，安尼叫做中见典语。这是这位方便的法源。一边上加有8年，有精为先，修电骨德，得以如新。讲结果呢，到甲宋朝的这个嘉佑8年。这个宋朝嘉佑8年，就是宋仁宗的嘉佑8年迄个时阵，但是要公元讲起来就是1063。迄当阵这个方便啊，就搁再转世。那这呢，若是离开伊甲六祖慧能大师见面啊，已经是300年以后的代志。300年以后呢，伊就是做一个出家人呢，名叫做为仙。啊，这个为仙呢，伊要来修建大殿啊，来掘迄个土骹。掘个土骹呢，得以如新。
伊来得到迄个衣啊，迄个衣呢，敢若像新的共款。为什么敢若像新的呢？一方面呢，伊用这个章甲伊包起来。这个章呢，等于咱现做是塑胶纸迄类有迄个作用，所以垃圾啦、空气啦、湿气啦，无容易甲走入去，会当好保持迄个衣。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，这个衣呢，咱是一种法衣，这是一种宝物，所以呢，就时间放较久啊，也无歹去啦。所以伊得到迄个衣呢，敢像新的共款。但是这个相啊，就是在高转世。这个相就是在指方便所装的六祖慧能大师的真相，是藏在一间寺庙做高转世。祈祷答应，就是讲凡是有祈祷呢，拢有感应。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相呢，真有迄个灵感的意思。不过对于诗容易以修之起，甲祈祷答应，这个呢是属于国学的注解。对这个国学的注解啊，也是另外一本啊，教甲依处中间典语，教甲这所还阁属于正文，也上加有8年以后呢，才是属于注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颂，这是以后的代志，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以后300年后的代志。当然，在迄当时阵，无虾米人会讲这段话。那这段呢，就是讲到甲宋朝仁宗皇帝嘉佑8年迄个时阵呢，有一个出家人，叫做讲魏仙。伊要起大殿来掘土骹，就去掘到一领皮。安尼呢，这个卫生呢，也就是方便的载世，就是以后所有的事迹，就是讲这个事迹发生了后呢，才将这段记载在六祖坛经内底。所以这段呢，应该也是注解啊，应该毋是正文。正文就是教甲依处中间典语，这是这位方便所发誓愿的文。咱即嘛，这段呢，就是说明六祖来对这个方便的说法。那这个方便说法重要点就是讲，你呢虽然会晓来装相，但是你确实也无法度来启发你的佛性光明。那最重要就是讲，要来启发佛性光明。相是属于外表，佛性光明呢是属于内里。相这是有形有相啊。佛性光明，这是无形无相啊！必须呢，爱去启发无相的佛性光明，这更加较重要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这位方便开始的用重要点。下面有经记五轮禅师记，或五轮有伎俩，灵断别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中。诗文之外，此记微明心得。若依之而行，是假下薄，因是一记话。非令不伎俩，不断别思想，对境心所起，菩提作无中。伫遮咱正文呢，有一个印毋对去，有经记。五轮禅师记，迄个记呢印作权毋对，这个记就是选记迄个记，就是讲摕出来意思。就是讲有一个出家人啊，摕出迄个五轮禅师的记，也这个五轮到底是人啦，或者是所在啦，有各种不同的讲法。在团定录或者是五定会员是安尼讲啦，讲五轮者非名即住处也。讲这个五轮啊，毋是一个人的名。这个五轮啊，这个五轮呢，应该也就是住处，就是讲大的所在，用迄个大的所在来讲迄个禅师。
也有人讲，这个五伦是属于禅师的名，但是确实无法度解查考讲，打这个五伦禅师到底伊的历史又是如何？不过不管的啦，咱最重要就是下面迄个有机量断笔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二级中。以及慧能大师讲，伊呢是无机量，所以呢就不断笔思想，也对境呢是心所起。但是呢，菩提到底是要如何成长啊？咱主要呢爱在这个所在去研究。这个五伦禅师的基是来讲啦，讲五伦呢有机量那这个有机量的意思，这个机量就是机灵就是讲伊有办法，伊有方法的意思。有啥物款的方法呢？讲灵断笔思想。所以，咱所讲的机量啦，那是按咱学佛修行讲起来啦，就是讲伊有学佛修行的功夫啦。因为有这个学佛修行的功夫呢，所以就会当好来断笔思想。这个思呢，是使咱的心做作，这是伊的性分就是讲伊的功能。这个想呢，就是讲对境处想所以这个思就是讲在心肝底想代志，在心肝底会去决断代志。这个想呢，就是讲对外面的境界呢，伊去甲处着，去甲分别。伫遮所讲的，会当好断了笔思想，这个笔，这是形容，毋通甲当作讲是属于数目毋通甲当作讲100种的思想的意思，就是讲对种种的这思想，即句话讲就是讲所有的这思想，拢会当甲断掉。思甲想呢，这拢是属于意识妄心的作用。意识妄心的作用，这正正就是咱学佛修行的障碍。所以在一部《楞严经》内底啦，就是教咱会当互来下识用根，在有识中正果的一种啦，也是希望会当互来转识成智。咱就可以了解讲，这个意识的作用，这乃是一种学佛修行的障碍。所以伫遮伫讲做灵断笔思想就是讲把思想呢拢做一般给断掉。不过，这个思想断掉，是毋是变成是一种枯木思灰枯木就是讲，迄个茶已经打起了。你讲茶若是打起呢，当然迄个茶未发芽啦，也未开机，也未发叶。这个思灰就是讲，迄个茶甲叶变成灰腐。那这个茶甲叶变成灰腐呢？迄个灰腐当然是别个来捣毁咯。那这就是讲已经变成无作用。下面讲对境心不起，讲因为会当断了笔思想所以对境呢心不起。对着外面的境界呢，心未起作用就是讲心呢未起分别念。心伊所攀缘的所在叫做讲境，像讲外面的这形形色色这是眼识所攀缘的所在，名叫做讲做色境。乃至法定这是意识所攀缘的所在，名叫做讲做法境。这个不起，就是讲会当好调伏迄个心念使这个心呢未生起。使这个攀缘心，使这个分别妄心袂当好生起。在这个所在呢，菩提日中，菩提就是咧指菩提道啦，就是讲佛所证的角度，会当好日日呢来去成长。这位五伦禅师伊这个记呢，就是讲。我五伦是有功夫，有啥物功夫呢？会当好将种种的思想来给断掉。
因为将这个思想断掉，所以呢，对境妄心袂生起。妄心袂生起，迄个所在呢，菩提道心日日呢就增长啦。这到底是有毋对无毋对呢？应该讲起来是无毋对，不过就是你徛在啥物立场来个讲法。若是约咱现主是伫咧学佛修行人讲起来，因为咱的思念分别太重，咱众生的意识妄心嘛，情感呢，拢就是伫遐咧打妄想。尤其是咱佛文中有一句名叫做讲做世智辩聪，所以叫做讲世智，就是讲世间的智慧、世俗的智慧。辩聪就是讲有迄个辩才，有迄个聪明。凡是有学问的人一定有个辩才，有个聪明。但是这个拢是属于世俗的智慧。这个世俗的智慧呢，甲佛法呢差真济所以呢，咱一般的社会人目睭看物件，心呢随时对得去分别。耳听到音声，心随得去分别。凡是咱目睭、咱的耳、鼻孔、喙舌、身躯所接触的就在迄个所在随之去分别。而且这个分别呢，非常非常敏感。那这就是伫遮所讲的别思想啦。也这种种的分别妄念呢，就是障碍了咱会当后来得到佛道，会当开显佛性的一个最大的障碍。那这位悟灵呢，伊在学佛修行过程中有一个功夫，会当好将种种思想来断掉。在思想断掉迄个所在对外面的境界呢，心拢袂生起袂生起妄想心。在无妄想心袂生起的所在呢，当然对这个智慧啦、日日呢可以增加。所以这位五轮禅师的棋呢，若是讲站在咱初步修行讲起来就是无毋对。但是这若互六祖慧能大师家看起来，这当然就不对啦。所以下面慧能大师讲，这手机呢，你若叫人去修就是增加你的下步，就是讲增加你的障碍意义。那这两手机咱在下面咱来解说了后呢，咱再来搁进一步来说明讲，咱伫咧修行应当安怎样看法，安怎样修法。不过咱现在是一般的社会人呢，有真正济伊认为讲学问真悬，伊捌足济，所以将咱这个佛文中的至高无上的道理，参慧能大师以后所讲的这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呢，根本无法度了解。那无度了解要安怎呢？就只有用过伊的世俗学问去甲伊分析了。就等于讲把咱这个真正完整的佛法呢，甲你拆开甲你五马分析。但是呢，伊无论安怎样论，安怎样分过来分过去，根本呢拢毋是佛法。这呢，当然咱本身必须对佛法有充分了解，才会知影讲哇，什么一寡专家咯，什么学者咯，因所讲有错误。那假如讲咱本身对佛法也是无相当的了解，认为讲因讲的有道理，因讲的毋是无道理，不过是事实议会的道理。外表看起来敢若像是啦，但是事实上毋对。所以咱要来了解佛法的对，或者是毋对。以这部六祖坛经，就是以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开示来作为一个准则，这呢也是非常重要。所以，先听讲，就请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